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这一期我们继續聊聊伊朗，聊聊中東，聊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進行混合治療的第150天，同時也是哈梅內伊悟道成仙的第150天，也是穆吉塔巴人間蒸發音信全無的第150天。就在這一天美伊雙方居然事實上形成了一個停火的這麼一個詭異的局面。根據這個央視報道說美國媒體25日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24日命令美軍當天不要對伊朗發動打擊，持續13天的美軍對伊朗空襲暫告一段落。美國媒體說多名官員擔憂恢復對伊朗大規模打擊將進一步消耗美軍本已吃緊的彈藥庫存。一名美國官員說特朗普團隊中幾乎沒有人認為再次大規模打擊伊朗是明智之舉。而這個26號伊朗軍隊發言人也表示已暫停對美國的報復性打擊行動。伊朗方面表示，伊朗武裝力量已經為所有可能的情況做好了準備，並將對任何潛在行動做出適當回應。有伊朗消息人士稱，在被美國欺騙一事上，就被美國騙被美國坑，伊朗已積累了足夠多的痛苦經驗。這個很有意思那麼美國方面說法也比較多。這個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華爾茲7月26號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時說他說美國總統特朗普已暫停對伊朗的軍事打擊，為外交談判留出更多空間。華爾茲說過去幾周尤其是最近幾天，阿曼、伊朗以及美國的多名談判代表已在各層級展開接觸，從最高層一直延伸到技術層面。華爾茲還說有關美軍在中東地區缺乏足夠火力和彈藥供應的報道純屬無稽之談。美國媒體此前報道稱美軍目前無法維持精確知道彈藥的消耗速度，相關彈藥使用速度超過補充速度。怎麼說呢？這個應該是誇大了美國的彈藥恐怕是不富裕需要補充，但是你說美軍沒有了，這個顯然是誇大。我看這個有很多中國專家叫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中東研究所副所長秦天認為，而特朗普叫停對伊朗的軍事行動，更多的可能是一種戰術性調整，而不是戰略上的重大改變。這個還比較客觀也就是後面還接着打現在只是戰術層面的一種安排。什麼顧慮戰爭升級會嚴重消耗五角大樓本已捉襟見肘的愛國者防空攔截彈和其他防空彈藥在中東的儲備。美國政府官員表示攔截彈庫存告急只是重啟大規模軍事行動風險重重的眾多因素之一。特朗普及其核心幕僚還擔憂中東衝突擴大，與波斯灣關鍵盟友的關係惡化，全球經濟動盪以及能源和移民危機加劇。甚至還有媒體說特朗普的這個24號在跟美國這些高級助手、內閣安全這個高官開會討論擴大對伊朗軍事行動時，遭到了萬斯和參謀長聯誼會議主席凱恩以及多名幕僚的擔憂和反對。會後，特朗普決定暫不恢復對伊朗大規模打擊。這個顯然又被伊朗人抓住了，宣傳一波。說特朗普終於慫了，衰了，打伊朗打累了打得沒力量了，沒勁兒了，再打也沒效果，就這意思而白白的這個浪費精力。這個說法有一點就不能自圓其說。朗子的革命衛隊如果真的是彈藥了，美國沒有這個防空彈藥，沒有攻擊彈藥，那這個時候衛隊不趁機繼續炸這些中東王爺國的這個美軍基地幹啥呢？這還這麼留着他過年是嗎？都已經打成這樣了，你還有必要什麼點到為止，你不打我我就不打你，你不打我我就不打你，那革命衛隊留着是幹啥用的呢？革命卫队就是以反美為头號任務你既然美國現在沒武器了，對不對？彈藥告急那不打呀，對不對？你無人機飛他們愛國者越來越少了，對不對？把這個美軍在中東的所有的軍事基地給它夷為平地。美國和以色列把伊朗炸成什麼樣了？大橋、電廠、化工廠都在炸，那你為什麼不炸它基地呢？所以說从這點就可以看出，這個就是
伊朗人的一個宣傳啊，再加上這個正義聯盟的這些媒體是吧？俄羅斯的，對吧？還有某些印度的媒體在這兒搬弄是非啊，在這兒叫片面報道啊，造成這個伊朗已經贏了，穩操勝券。路透社報道啊，說一位伊朗高級官員當地時間26日表示啊，只要美國停止襲擊，伊朗也將停止襲擊。那為啥呢？人家還把你的這個伊朗的港口給你封鎖了，你不打他的海軍艦艇，你留着它準備幹啥？繼續封鎖是嗎？你這炸呀，對不對？那導彈去炸那個林肯號啊，還有什麼布什號啊，留着它準備繼續封鎖伊朗港口是嗎？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伊朗官員表示，德黑蘭的立場仍然是以牙還牙，如果美國的襲擊停止，伊朗也將停止軍事行動。這一信息已經傳達給了美國，但伊朗方面的消息人士表示啊，這伊朗還有聰明人呢，也就是還有頭腦清醒的啊。正常人說什麼呢？說對於襲擊停止，人們更多的是懷疑而非樂觀。伊朗有人啊，就是伊朗有很多人呢，普遍認為這種暫停只是策略性的，而非真正的暫停。伊朗已經積累了太多的慘痛的教訓，他們認為這是美國的欺騙行為。伊朗人對吧？挨揍，這揍出來的經驗不像印度的盤盘們，對不對？這個戰爭史上啊，類似的案例很多啊，就是先讓敵人先打，先進攻，讓敵人先把炮彈、子彈、軍火，对吧？甚至連那些箭射的箭，讓敵人先冲鋒，讓敵人先疲勞，讓敵人把箭先射完，然後對吧？弱的一方趁勢反擊，因為你武器都沒了，你沒有箭了，人家趁勢反擊，來個反殺，這樣的案例多了去了啊。朗子為什麼不來一回呢？對吧？趁着特朗普說美軍沒有武器了，要補庫存呢？你既然知道人家補完庫存就是來揍你的，那你為什麼不在趁人家補庫存的時候反擊呢？普遍觀點認為啊，現在正是伊朗猛烈打擊美國和以色列的最佳時期。這樣，即便他們補充了庫存，也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無法動用武器。那為什麼不這麼幹呢？說明啊，有一些清醒的伊朗人還是知道的，這就是美國人吶，這特朗普在麻痹伊朗啊，先給你高壓，連炸13天，完了之後突然不炸了，休息，讓你一鬆弛的時候，什麼時候对吧？一暴露行蹤，一暴露出弱點，美軍接着馬上就炸，這樣反而說明這個朗子對吧？現在沒有戰場主動權，純粹是被特朗普牽着鼻子走。這個特朗普啊，現在給人感覺是勝似閒庭信步啊。什麼叫勝似閒庭信步呢？就是他晚上沒事幹就用 AI 做圖。我跟你說啊，我也在 AI 做圖，我這個做的我覺得挺吃力的，你知道吧？有可能是特朗普他做呢，他那個有无限的子弹啊，这個各個人工智能給他開了特權，最高那個級別的那種啊包月。我看他還做視頻啊，他不光是做圖啊，他做視頻。然後我看他做的那個視頻啊，我要做的話就不行，還圖啊，因為那個大模型他老說你這個涉嫌什麼暴力啊，涉嫌血腥啊，所以涉嫌什麼不安全感，他老給我提醒這個。但是我看這個特朗普搞的這玩意兒，那更是啊血腥啊！特朗普動不動就把個旗子插到這個伊朗人的船上，把伊朗人趕到海裡去了，說這艘遊輪是我的了。他配文是這個啊，完了之後還有什麼動不動啊搞個美國旗子插到這個什麼一個地方，這都是他幹的啊。後面兩個美國大兵啊站在後面拿槍指着那個，很有意思啊。這說明什麼？說明特朗普他把那個戰火啊從真實的戰場轉移到社交媒體上了。那社交媒體他可沒停戰啊，繼續幹，繼續撩撥這個朗子，在這個社交媒體上啊發了大量的人工智能啊大模型做的那個什麼伊朗的油輪被炸，或者伊朗的油輪被搶夺了啊，伊朗的島被他夺了，種種 AI 圖片，並配上文字，又贏了。7月25日晚，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公布了一份美軍軍事資產受損清單，稱這是伊朗武裝部隊回應美襲擊伊朗期間對美軍目標實施的打擊結果。不過，這一清單尚未得到美國軍方證實。7月26號啊，伊朗陸軍發言人阿克拉米尼亞表示，他說伊朗啊，現在看不到美國有任何下一步的具體策略，也就是美國啊，你已經黔驢技窮了啊，你已經無計可施了，你已經一籌莫展了，你除了炸，你啥也不會。可以評判的是，美國已經陷入絕境。阿克拉米尼亞說啊，
美國可能選擇之一是退出戰爭，另一可能是選擇在乙方的壓力下發動大規模空襲，畫兩頭堵，是吧？說可能特朗普就逃跑了，但也有一種可能，就特朗普還打，加大力度，那是在以色列方面啊施加壓力誘騙的結果下。這還有一個選擇就是美國可能發動地面行動，你不是三種可能不都說了嗎？伊朗將觀察美國接下來的有何舉動，並已為各種可能做好準備，就是做好預案了啊！你特朗普逃跑，我一個預案；特朗普地面進攻，我一個預案；特朗普在以色列的壓力下加大轟炸力度，我也一個預案。他表示啊，目前戰爭涉及的地理範圍已擴展到曼德海峽，伊朗的行動也涵蓋了從約旦到波斯灣沿岸各國的美軍目標。他說啊，遭到打擊的美軍基地中有一大部分丧失作戰能力。位於伊拉克北部的叫埃尔比勒的美軍設施已幾乎完全被摧毀。而特朗普本人呢，今天早上啊，也親口否認有關美國在对伊朗作戰中的彈藥短缺的報道。他告訴《華爾街日報》啊，他說我們擁有軍火遠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多，也遠超我們所需的。美國總統還在其真相社交平台上分享了多張威脅伊朗能源基礎設施的圖片。特朗普分享的一張圖片是一張 AI 生成的照片，顯示美國戰機轟炸一座石油設施，配文指的是伊朗的卡爾格島，叫哈爾克島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主要出口枢紐。随後特朗普緊接连發了幾張图片，標題是現在是我們的油輪了。這個都是 AI 生成的啊。隨着这個美國暫停對伊朗的打擊，中東的局勢不僅沒有消停，反而中東的衝突在外溢。這個外溢大家都知道了啊。首先是根據中國新聞社報道說，據土耳其阿納多盧通訊社報道，當地時間26日，伊朗最高領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重申了對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並呼籲以色列徹底無條件停止對黎巴嫩的襲擊。穆吉塔巴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聲明稱，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已將維護黎巴嫩領土完整以及絕對無條件的停止以色列侵略行為作為達成停戰協議的首要條件。穆吉塔巴·哈梅内伊表示真主黨是對抗以色列進攻的各組織中一塊堅不可摧的磐石。他表示，世界各國已經厭倦了美國和以色列的暴政和壓迫，並稱將繼續堅持抵抗路線。穆吉塔巴還表示，伊朗對抵抗陣線的支持是一項戰略使命。穆吉塔巴強調根據伊朗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制定的政策，伊朗將保衛黎巴嫩。當然了，這個表態是穆吉塔巴給黎巴嫩真主黨領導人叫納伊姆·卡西姆回信中，給他回信的時候寫的然後被發到這個媒體上了。你說說吧，這不是朗子要自取滅亡嗎？這個黎巴嫩人家是政府軍，要黎巴嫩真主黨繳械，跟你朗子有什麼關係啊？朗子自己被打成這樣了，還要干涉別人內政。那第二個就是烏克蘭打擊了這個里海伊朗的油這個貨船。大家也知道自從美國封鎖了伊朗之後伊朗只剩下里海這一條生命線這條生命線，伊朗連接着俄羅斯聯盟的大哥。那每天從俄羅斯到伊朗運的什麼東西，這個大家可以猜想本來伊朗靠這個僅存的一條紐帶維繫着這個，就吊着一口氣，結果烏克蘭毫不猶豫的現在順手就把里海這條生命線給切斷了。伊朗外交部長阿拉格齊7月26日在社交媒體發文，譴責烏克蘭在里海襲擊伊朗商船一事。阿拉格齊在貼文中說，烏克蘭襲擊了一艘伊朗商船，致一名水手喪生，這是公然違反聯合國憲章的行徑。然後他指責說烏克蘭聽命於以色列，意在將歐洲拖入其戰爭。在與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通話時，我已明確表明，基輔這個吃白食的所謂絕不可能不遭回擊。他說這個澤連斯基是吃白食的說實話烏克蘭現在才打伊朗都晚了，早該打了
對吧？不打不长記性了。自從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以來，這烏克蘭遭受多少这個沙赫的無人機的打擊啊？這個無人機不就是伊朗的革命衛隊提供給俄羅斯的嗎？現在還在合作啊。澤連斯基說了啊，對吧？打的就是你伊朗，哎，人家都不說什麼誤炸呀什麼，對吧？說你那上面有軍火啊，說是這個那個，人家就直接說打的就是你，沒錯。那麼這個伊朗威脅啊，要報復烏克蘭，那烏克蘭那只能說你放馬過來隨便。然後澤連斯基說啊，伊朗也在烏克蘭無人機的打擊範圍之內。這一次澤連斯基去美國要見特朗普，那要聊的內容就多了。如果啊，伊朗也在烏克蘭的無人機打擊範圍之內，那你說說，對吧？連陣營聯盟大哥都扛不住，你這個朗子怎麼可能扛得住呢？一天1000多架，是不是飛過去？那可比這個美國和以色列的要厲害啊！以色列是它高精度的導彈啊，炸彈那個成本非常高啊。現在炸伊朗都有點不合適了，因為伊朗除了電廠啊，除了個別的已經沒有像樣的東西可以炸了。人家的一發導彈都是，对吧？400萬美金。不知道伊朗還有什麼東西還值這麼多錢，是不是？那2發導彈下去就是1000萬美金，你炸它一個總部大樓有啥用呢？那個樓早就該拆了。但是啊，無人機它成本低啊，对吧？這頂多10幾萬美金，對不對？遠程的啊，量大管饱。伊朗有沙赫德，把這個中東的美軍打的是，對吧？也是沒脾氣，是吧？因為那玩意兒便宜啊，多啊，你那個愛國者貴啊，你怎麼攔？好，烏克蘭可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對吧？我比你有更多的沙赫德，我還比你更便宜，打得更準。所以說啊，你伊朗啊，你要為自己過去的那些愚蠢的做法要買單了。你不招惹烏克蘭，烏克蘭都要招惹你，這叫報復，不打是不行的。所以我覺得啊，烏克蘭根本就沒有必要這個擔心，就應該啊擴大，把戰火燒到朗的那兒，這就是報復啊。你給這個俄羅斯，對吧？這個合作了多少沙赫德無人機啊，小摩托，還有導彈，還有其他的物資。現在舊戰，對吧？新仇舊恨一把算，沒毛病啊。那就看特朗普了，特朗普你支持烏克蘭，對吧？給烏克蘭多撥點錢，烏克蘭在生產無人機，對吧？每天保證300架發到朗的那兒去，對吧？給俄羅斯這邊1000架，對吧？這個對烏克蘭來說叫一個也是趕，倆也是放。那朗子對伊朗，對烏克蘭還能幹啥呢？啥也幹不成，对不对？你遠程導彈本來就不多，那你打烏克蘭打吧。烏克蘭每天都挨那個俄羅斯人的這個伊斯坎德爾，是吧？超音速導彈炸，也不在乎多你這個幾發，對不對？你來吧。所以說這個澤連斯基根本就不在乎，是吧？人家直接承認就是我幹的，我打的就是你，攤牌了，對吧？也不裝了。當然啊，伊朗也是這樣，債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癢，反正敵人多一個少一個的一個意思。所以他不僅對烏克蘭恐嚇，他對英國還恐嚇呢啊！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言人穆赫比7月25日發表聲明，警告稱，如果英國繼續為美國提供支持，將成為伊朗明確的合法打擊目標。穆赫比表示啊，近日美國的 B-1戰略轟炸機使用了英國的機場，任何在戰爭中為美國提供支持的國家，無論是英國、海灣國家還是其他國家，都將成為伊朗的合法打擊目標。來吧，對吧？那你就炸吧。英國人在中東也有基地啊，趕緊炸，誰幫美國就打誰。而特朗普也很有意思啊，他呀說，儘管烏克蘭正經歷一場可怕的戰爭，但普京總統告訴我不會向伊朗出售武器。他明白，我出售的武器不是給烏克蘭，而是給北約國家的，他們支付全價。至於這些武器如何分配，我一無所知。因此，在我看來，那些在談論伊朗時常被提及的2個大國啊，一個就是陣營聯盟大哥啊，二哥啊，這是特朗普說的啊。那些在談論伊朗時時常被提及的兩個大國，實際並未參與買賣武器的過程。如果他們參與其中，對於他們來說將非常不利，因為這無疑不符合他們的利益。首先啊，這個某大國啊，二哥啊，我覺得應該是沒有賣武器給伊朗，對，這個完全不符合二哥的利益啊。二哥呢只會喊口號啊，什麼對吧？要保持和平啊，要停火啊，政治解決、外交解決啊，也就這一套唄啊，不會給任何武器的啊。
但是俄羅斯那是絕对給的。特朗普把這話一說完啊，那邊烏克蘭就把這個里海上伊朗的這個貨輪為什麼被炸會那麼損失那麼嚴重呢？大家有沒有發現啊？這個烏克蘭他炸了多少俄羅斯的油輪呢？在黑海炸了200艘，都沒有死人。怎麼里海這一艘一炸就得死了幾個人呢？然後受傷10幾個？為啥？烏克蘭人的準頭不行了嗎？其實不是啊，實際上是這艘伊朗人的這個船呢，貨船，它裡面装的是武器，被引爆之後發生殉爆啊，那船好像都已經沉下去了，所以它不是啊，普通的貨輪不會這樣殉爆啊，它是殉爆了，所以這個傷亡比較慘重，恰恰說明這個船上就是武器彈藥啊。那麼這個情報是誰給烏克蘭的呢？烏克蘭為什麼這個時候要炸呢？實際上就是要告訴這個特朗普人，因為澤伦斯基馬上就跟特朗普見面，對吧？你看這就是投名狀啊，然後现在把證據給了特朗普，你看看吧，這俄羅斯就在支持烏克蘭，給他支持武器啊，然後這些武器就是炸你們在中東的基地的，打擊你們美軍飛機的，我給他幹了，对不对？證據也有，你看看這個巴林的外交部長立馬給這個烏克蘭的外交部長叫西比哈打電話。兩人鬧了半天啊！一般的像這個時候，巴林也被這個伊朗人對吧打的也是焦頭爛額的。烏克蘭正在跟俄羅斯打仗，也是焦頭爛額的。這兩人應該沒什麼共同語言啊，而且這個中東玩業國是不願意參與俄羅斯和烏克蘭的這種糾紛，他是保持中立，他不願意站隊。但是現在你看啊，這個巴林的外長他不是給拉夫羅夫說打電話聊半天啊，他是給那個烏克蘭打電話外長聊半天，什麼意思啊？不就是找到共同語言了嗎？對吧？那巴林的意思，那烏克蘭對吧？你加油啊！你把那個里海這個啊，伊朗的航道給它切斷，伊朗人就沒有那麼多武器了，吧？這就是屬於間接的幫了啊這些王爷國。所以這些王爷國都是对吧？表面不說話，實際上心裡樂開花，在那鼓掌，炸得好，打得好啊！所以我們要看這個朗子怎麼報復烏克蘭。然後這個阿拉格齊啊，一口咬定烏克蘭受以色列的指使。烏克蘭聽命於以色列，這真是笑話。烏克蘭跟以色列現在關係鬧得比較微妙啊，比較僵，就是因為以色列不願意得罪俄羅斯，對吧？在俄烏之間，他是搞平衡，他是站在中立立場，所以這個對吧？澤倫斯基對這個內塔尼亞胡也不感冒，兩個人啊尿不到一起去。前一陣子還為了那個糧食啊，俄羅斯那個從烏克蘭对吧？這個掠奪的糧食賣到以色列。然後烏克蘭人還跟着後面罵了幾個月啊，鬧得很僵，對不對？但是這個伊朗人反正就是誰打他，誰就是以色列的同謀，啊，就這麼簡單啊。誰打他，誰就是聽命於以色列。福克斯新聞資深分析師指出啊，美伊短暫停火談判完全失敗，伊朗在簽署關於霍爾木茲海峽的協議後，數日內便公然違反，證明其合理外交只是為爭取讓步的虛假敘事，美方已放棄幻想，正以武力強行打通海峽，並擴大軍事行動，以摧毀伊朗政權的持續作戰能力。而這個《紐約時報》啊，援引不願具名的熟悉情報評估內容的官員消息報道說，2026年3月8號就職的伊朗第3任最高領袖穆吉塔巴·哈梅內伊，相比其父阿里·哈梅內伊，研發核武器的意願更為強烈。阿里·哈梅內伊2026年2月28號在美以聯合軍事行動中，因以色列導彈襲擊其德黑蘭住所身亡。也就是阿里·哈梅內伊啊，老哈梅內伊啊，你這個奧巴馬、特朗普跟他談判還有空間。也這個人呢，他比較靈活，但是穆吉塔巴·哈梅內伊恐怕這個搞核武器的心啊，比他爸要堅定。所以這個以色列人啊，得出了結論，就是伊朗政權垮台，戰爭才會結束。7月26號，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接受美國福克斯新聞電視台採訪時表示啊，戰爭只有在伊朗現政權倒台或被徹底削弱，到被迫放棄其核計劃時才會結束。這個觀點跟咱們是一樣的啊，咱們一直說的吧，你把至少你的朗子的這個革命衛隊強硬派，你要把它削弱啊，你談判才有意義，對吧？你最好是毛拉政權顛覆了。否則的話，這個核計劃它是不可能放棄的，你談的是白談，耽誤時間。你看以色列人就是態度啊，內塔尼亞胡就是觀點。內塔尼亞胡還發出警告稱，如果
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裝組織襲擊以色列，以色列將做出非常非常強硬的回應。當然，這個不是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一個人的觀點。那以色列的財政部長叫斯莫特里赫，他說我們必須牢記，我們在這一行動中最終目標這個目標是破壞並削弱伊朗政權，直至其徹底垮台。這一點未必與美國的立場完全一致。我們無法容忍這樣一個政權的存在，它公然致力於毀滅以色列國，不僅公開宣揚這一意圖，還採取了旨在實現這一目標的實際行動。當前促成該政權垮台的最佳途徑是經濟手段，即在經濟上將其徹底擊垮。好了，你看以色列人頭腦很清醒，目標很清晰，搞来搞去就是要把毛拉給顛覆。毛拉不顛覆，你這問題解決不了，对吧？這一切根源就是毛拉這個體制。所以你跟佩泽西奇扬，你跟這個阿拉戈齐、卡利巴夫，你談得再好，談得再快樂都沒用。畢竟今天這個佩泽西奇扬說了，又出來甩鍋了佩泽西奇扬說伊朗所有重大事務相關舉措均需經過最高領袖穆杰塔巴的協調與許可才會落地。這話說得夠清楚了吧？也就是一切責任在最高領袖，所有的事情都要大事都要經過穆杰塔巴，所以不要讓我背鍋，我背不起這鍋所有的一切都向穆杰塔巴請示過，他同意的，就這意思。那麼特朗普葫蘆裡賣的到底是什麼藥？我們繼續往下看。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